其实本周最剧烈就是周三的那一天嘛。周三那一天，因为是这个周选择权结算日，那在周三之前，其实可以观察台股的日线已经连出现3天的黑 K 棒，所以周三的那一根是一个转折，就是说那一天上冲下洗，猪羊变色，下影线高达将近有300点之多，那就是一个变盘的征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波行情一路涨一路涨，几乎都是没有回头的。但是4月份、5月份就是所谓融券轧空回补的旺季了嘛，所以呢，我认为说其实有新的这个主力在这个地方呢，特意的在这个地方营造诱空的气氛，所以让非常多的散户在礼拜三那一天吓破胆，把股票全部都卖掉之后，就留了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就爆出大量有人进场去做低接，所以礼拜四、礼拜五连续2天拉出了红 K 棒。所以就表示出那一天的诱空换手成功，因为外资之前是由卖转买超嘛，那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其实那一天换手之后，我认为指数要再下去的机会不大，就是维持在17000这附近做一个震荡盘的机会比较高。那再加上我们知道说，其实礼拜四昨天的这个法说会，其实台积电的法说会是没有出现太大的亮点的。其实虽然说财报缴出不是说非常优异，也不是说非常差的这个成绩单，但是呢，就于大家对于他而言呢，觉得说，他是绩优生嘛，他本来就是要考100分的，可是他今天考了98分，大家就会有这个失望性预期的这个卖压涌现。所以在其实台积电这一波，大家一直看好啊，在讲这个资本支出的这一波，对未来前景已经在法说会提前做反应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台积电是相对的弱势，昨天 ADR 也是呈现一个拉回的态势。对台积电呢，我个人认为说，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其实本益比已经超过30倍，所以我觉得股价往下修正的可能性会稍微高一点。那所以我对于台积电未来的展望，其实是比较偏中性保守去看待的。因为我觉得，毕竟虽然说它是一间非常好的公司，资本支出也是持续的增加，但是它存在着有这个内忧外患的这个问题。像是说，最近不是美国跟欧盟就是大幅的要提拔这个扶植半导体的产业，所以台积电它本身是具有龙头的地位，虽然是屹立不摇，但是它也出现了潜在的竞争者。包含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英特尔也要扶植它做这个晶圆代工，它相对而言，未来其实无论是美国或欧盟一些大厂相继的投入这个晶片市场之后啊，也会造成它的这个竞争者变多。那竞争者一变多之后，当然就是抢食这一块饼的话，相对就会变小。所以说，在台积电在这个地方就有这个内忧外患的部分，再加上台湾最近也有缺水的问题嘛。那前几天又有跳电的事件，所以对于台积电而言，它的这个毛利率跟盈利率下降，虽然说是因为折旧的关系，但就是像我刚刚所讲的，因为大家对它预期太好了，所以它只要一个不小心稍微的没有符合大家的预期，就会有一些过度反应的现象。